如果说柯文哲是新政治文化的传道者，那我们就是新政治文化的实践者。我们正用着行动在改变着未来。我想，2014年台湾因为有了柯文哲而不同，但柯文哲也因为有了我们也不孤单。当然，这中间的点点滴滴、辛勤的付出，我想我们已经超越了志工这个名词了。我要谢谢全台各地，在每个城市、每个角落，帮柯文哲在打拼，帮台湾民众党在努力宣传的朋友们。我是罗敬伟，我相信柯文哲，我相信台湾民众党。让我们1月11号为着改变台湾的新政治而加油努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票投民众党，让国家治理的信念可以在台湾实现，让人民每天的生活问题可以被解决掉。票投民众党，让台湾可以迈向一个共荣的社会，让我们可以脱离蓝绿恶斗的泥淖。票投民众党，让台湾可以重开机，台湾可以继续向前进。票投民众党是给台湾一个机会，其实也是给大家自己一个机会。今天我希望在场的各位，今天回去跟你的朋友、跟你的亲戚，我们很理性的讨论，在这一场选举为什么要支持民众党。我只希望各位在场的朋友回家很理性的跟你的亲戚、跟你的朋友说明，在现阶段，为了台湾可以更好，为了台湾可以稳步向前，我们必须票投民众党。谢谢各位。台湾要重开机，政治的新选择必须要有人踏出来。民众党推出29席，希望这一次进国会的人能够越来越多。请各位1月11号投15号。从15号开始，我们展开新政治的期待感跟幸福感。我希望我们成为很好的共同的伙伴。我们进国会需要谁监督？需要你们监督我，而不是我只代表你们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受了伤也不会被打败，这次有你有我一起站出来。最后我要呼一下，我可以，所以民众党一定可以，民众党一定可以，因为有你，我们一定可以，我们一定可以。政治就是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，吃苦耐劳，把该做的事情一样一样的去解决掉。所以政治的关键就在于执行力。所以在今天，台湾民众党就是以台湾为名，以民众为本。我们要在台湾建立一个共荣的社会，超越蓝绿，不是消灭蓝绿，而是让蓝绿都可以在台湾生存。我们有不同的过去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现在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向共同的未来。柯文哲来了，柯文哲来了，柯文哲本人现在正在后面的战车上，来跟所有的乡亲好朋友请安、恳托、问好，拜托大家1月11号星期六一定要出来投票，一定要出来投票。